Hello，大家好。我哋今日咧又再講下女王機喎。Venus Legacy 女王機咧，其實咧係運動員嘅一個好伴侶啊。點解咁樣講咧？其實 Venus Legacy 裏邊咧，佢都有一個磁力脈衝嘅。而呢個磁力脈衝咧，係可以咧幫助咧好多運動員咧舒緩佢嘅痛症啦，舒緩佢嗰個肌肉繃緊啦。咁甚至乎咧，運動員好容易受傷噶嘛。咁可能你受傷之後咧，有時啲韌帶撕裂啊，或者扭親條筋啊，甚至拗柴啊，呢啲咧磁力脈衝咧都好有幫助咧，去減輕佢個痛楚啦，令到佢嗰個身體之間代謝會好啲啦，加快嗰個傷口嘅愈合啦。就算你做完一啲手術之後咧，磁力脈衝咧都可以幫助咧，令到個傷口咧加速恢復嘅。